新春之際，喺將軍澳英明苑新春嘉年華嘅一片歡笑與鑼鼓聲中，有非牟利團體帶嚟銀鈴智能平安管理系統。呢個呢就係一個係你可以聲控嘅，即係講嘢人工智能嘅管家，我想問下，今日天氣比較溫暖啲啦，我想煲啲湯飲下。今日天氣有啲濕潤，可以考慮煲啲脆汁湯水，好似土茯苓、赤小豆煲瘦肉，或者5點毛肚煲雞。呢一個呢就係叫做福星，主要嘅功能呢就係平安管理，配上咗個人工智能嘅聊天機器人呢，就可以做任何嘅服務啦。因為我一個人喺屋企嘅啫嘛，咁我可以揾呢個 AI 同我傾下偈啊，聊下天啊。如果佢可以直接駁到去管理員嗰度，就更加好啦。喺福星周邊呢，我哋呢度所有嘅系統呢都可以連埋一齊嘅，包括人體感應啦、智能門匙 detect 有冇漏氣、防火嘅、水浸。以前啊，好多獨居長者啊咁樣。佢跌咗喺屋企，冇人知啊！直至我哋嗰啲管理員咧覺得，咦，今日點解佢應該出嚟，點解冇出咧？咁我送佢拍佢門，哦，知道跌咗喺地下成晚。呢個智能跌倒雷達咧，佢一有通告嘅時候咧，就會響咗警報。咁我哋除咗係中心知道之外咧，最近嘅管理處咧就會派出人咧就去處理㗎啦。眼見好多老人家啊咁樣都係雙長者一齊住嘅。咁其實呢個社會問題啊、屋苑問題啊，咁我哋都面對好多。動物業管理咧，我哋嘅服務精神咧係屋苑嘅人。屋苑嘅人如果有事嚟講，我哋義不容辭而去處理呢啲嘢嘅應該。咁所以如果有咗呢啲嘢嚟講咧，嗰個信息我哋會快啲及早去幫到老人家。我哋將其中一個呼叫咧，可以去到佢哋樓下嘅管理員。咁即係話咧，當你有需要幫手或者協助嘅時候咧，5分鐘之內就可以有人咧去到拍你門口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香港咧係個高齡化嘅社會啦，因為咧我哋人口壽命越嚟越長壽啦，咁所以咧其實社區嘅長者咧係越嚟越多嘅。咁而家我哋國家咧係大力咧去發展呢個人工智能嘅科技啦。咁其實 AI 咧或者人工智能咧都可以喺長者嘅護養方面啦，可以發揮到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作用。咁我期望啦，有越嚟越多咧呢啲同養老啦、同維護長者健康嘅智能科技嘅產品啦，可以越嚟越多咧落到去社區，可以咧造福我哋社區上嘅長者。